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。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出版，紅不喜歡孤單一個製作。上一章認知脫鈎就教我哋學習去觀察自己嘅思想，無論係正面嘅、負面嘅，都讓佢哋出現、消散、再出現、再消散，咁佢哋嘅威力就會慢慢減弱，我哋自然就可以做返自己嘅主人啦。今次第3章就係覺察的自我。自在大師睇到下一個等待甦醒嘅靈魂就係覺察我。自在大師邀請紅紅到城市嘅大街去逛一逛。紅紅跟隨住自在大師走入城市大街上邊一間有名嘅劇院。呢間劇院就係叫做生命劇院喎。劇院內外都裝飾得十分華麗，紅紅陶醉喺各樣特色嘅事物上邊。佢哋一路行，紅紅同埋自在大師走咗入其中一個劇院裏邊，裏邊只係有佢哋坐喺觀眾席上邊啫噃。突然，台上嘅聚光燈照射到台上正中間嘅演員身上，佢究竟係台上邊嘅主角？原來係紅紅啊！喺真實嘅舞台中，會映照出觀眾席上每位主角最真實嘅一面。台上一幕幕嘅演出，都係你當時最真實同埋直接嘅諗法、感受同埋反應嚟㗎。台上嘅紅紅會因為別人嘅讚賞而高興，會為咗得到別人嘅認同而努力，亦會因為被拒絕而失望，因為被誤會而流淚。於是自在大師就將一個神奇嘅遙控器交俾紅紅，佢可以用呢一個遙控器控制台上嘅聚光燈照射喺邊度，亦可以控制當中場景發生嘅事情嘅速度。台下嘅紅紅嘗試用遙控器控制台上嘅聚光燈，並打喺剛才每一個場景當中。當紅紅再重新睇住自己喺台上嘅時候，喺保持距離之下同自己嘅連結，紅紅更明白同埋清楚內心嘅想法同埋感受。自在大師就同紅紅咁講啦：你只要學會點樣使用能夠轉換角度嘅遙控器，靈活咁樣留意自己內在同埋外在嘅經驗，純粹咁樣完全去接受嗰個自己，你就會得到嗰份與生俱來嘅禮物，承載內心經驗嘅容器。當你能夠留喺觀眾席上邊，細細咁樣觀察台上面發生嘅一切，你會發現自己唔會咁容易就被個別嘅負面感受
想法或者係回憶所淹沒㗎喇。當熊熊明白到呢一切嘅奧妙之後，察覺我呢一個靈魂亦都跟住甦醒起嚟啦。自在大師就咁樣同熊熊講啦：我哋成日都話人生如舞台，舞台上嘅每一個故事情節就正正好似生命中嘅每一個經驗。我哋就係自己生命中嘅主角啊，經歷住故事嘅起承轉合，亦即係人生嘅甜酸苦辣啦。同時，我哋亦有呢一個與生俱來嘅能力，以觀眾嘅角度去觀察返我哋呢一個人生舞台所經歷嘅一切，靈活咁樣選擇我哋想觀察嘅每一個內在感覺、想法、記憶同埋事情。只要我哋可以多訓練呢一個內在嘅能力，就能夠靈活咁樣將自己所經歷嘅視為我哋嘅一部分，而唔係我哋嘅全部。等我哋更加容易咁樣接受生命中嘅起跌，更加自在咁樣生活啊嘛。第3章覺察的自我就喺呢度完啦。唔知道大家掌唔掌握點樣可以將覺察我呢個靈魂令到佢甦醒呢？嚟緊嘅下一章就係接納。你估熊熊又會有啲乜嘢嘅經歷啊？嗱，再見。